等我袋錢落你袋啦，肥豬。除非你信心爆棚，如果唔係，千祈唔好留多餘時間俾對方。收皮啦，仲有時間教訓我？呢種距離啊，就算我合埋眼，都可以射中你啊！吔屎啊！做咩啊？咩聲啊？哼！呢個福美，終於都要掹槍啦咩？呢一下槍聲，即係代表你哋班人已經有一個俾我哋冧咗啦！點解啊？明白未啊？立亂留咁多時間俾對方，就會有咁嘅下場。仲咁後生就已經成口假牙啦。喺呢一方面，我都幾同情你喎。